有啥来？因吼就住伫头前迄间客栈啊。真好。大王命令咱，趁因即马受伤的时阵，咱合力甲掠开。即摆就是咱立功的大机会啊！您放心啦，因即马一个一个吼，敢若破病猫共款。咱即摆要掠因哦，实在足简单的简单啦。无喏，下话莫讲了伤早呢。因虽然吼有伤在身啊，毋过听讲因的功力足厉害呢，咱袂使轻视。你是足无胆的呢，你若惊吼，你莫去，阮家己来去就好。你。好好，恁两个莫搁遐吵。毋管百姓伊偌厉害，咱来去就知影。对啊，咱个个爱提高警觉，一个都袂用造谣，惊。哎呀，哎呀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脚酸手软，头昏昏，脑顿顿，有够艰苦的啦！老大，咱即马是要安怎？老大哦，是我的做生囝上艰苦，真正人咧讲的生不如死。我太命，我太命，老嘞，老嘞啊，你是哦，够吵死人嘞！咱怎么安尼受到安尼淡薄仔安尼挫折安尼？啊，你受袂调，啊，就搁咧哀，我哀到什么扭咧扭咧，胃嘛肥咧咧，心嘛咧无半地，即款的哀恁哀出来，哦，好啊好啊，爱啦。我以为是一工苦人，我来忍袂调，你忍袂调，莫搁吵吼，休困一下，有听无？休困。若要休困吼，就爱对我行。我吼会替恁准备一瓶舒适的温泉，互恁好好啊休困。当时是恁这个抓背哈，恁是安怎？要来甲阮搭行，还是要来陪死个认唔对的哈？啊？导航会死咧！你莫做面盲啊啦！阮今仔来是专工要甲你抓起来。免啊，老大。你啊，喂，代志到这来啊吼，日头菜来啊，咱虽然过死命。来呀，是用你抓起来。是。等下，稍等下嘛，等一下啦。安怎？要死之前，阁有啥物话要交代？紧讲！哦，是安尼啦，因为吼，阮是仙啊，恁是算妖咧，对无？啊，阮若叫恁掠伊吼，我就感觉真无面子啊，所以讲吼，爱甲阮先祖小祭拜一下啦。吼，你嘛真啰嗦呢，要拜三紧拜啦。哦，好啦。天青青啊，地灵灵啊，拜这四位众先祖啊，好花在眼前啊，快乐拉新鲜。啊！不要笑。哎呦，哦，这个拿菜鹅实在够无意思。啊，你要喊炸弹，你莫要通知咧。啊，根本也无通知，干那目睭在插你。我了做我哦，目睭搁去互红白沙用着。好佳在我反应紧，要紧选。啊，若无酒的哦，你莫干那炸弹喊到变肉饼。因迄两个乃无看人。我头家拢直直讲起，司机拢无力。老大啦，你是放风琴的？你若要风琴哦，你也是甲我放出来啦。有影吼，你啊，我伫咧遮吼，哦，歹势，多多诶，你有要紧无？当然要紧哦，我即马吼，司机无力，我两只脚拢软去啊！我这我甲你讲，安怎？要走你紧走哦，你若唔走时间哦，迄是你的后悔哦。哎呦！你即摆是讲要让我走？那安尼，我要来走啊！好啦。我真正要来走啊！好啦，紧走啦。
大刀诶，你即马吼伤势足严重诶呢，你爱甲紧去找解药，遐若无吼，你是会搞起来了。我知啦，也毋过我迄杜同斌哦，讲要去摕解药，啊，他摕较早也无转来，啊，我敢有法度哟？这哦，哎呀，好啦好啦，大刀诶，啊无吼，我找一个吼较安全的所在，啊，你先去遐休困，好无？小等下，啊，你真好大刀。是你哦，你甲我拍安怎啊？我甲你拍安怎？啊，毋卡使我骹手太紧的，要若无阮大苦蛇叫你拖去公司啊！你呐，你误会啊啦！安怎讲？伊毋是要拍我啦，啊，毋是要害我，伊即摆是好意要带我去安全的所在去遐秘一个啦。敢安尼？本来就是安尼呢，好心无好报。对啦，啊，恁两个哪会无代无志走来这个所在？哎呦，啊，无代无志，阮也才是要白哟。啊，无是你想看觅，啊，都因迄师兄弟啊，甲因师兄妹吼，去迄客栈讲要掠我啦。啊，你知影讲我即摆规身躯哦内伤安尼足重的，对毋对？啊，我也无法度同我甲人拼，啊，我只好选无要安怎。哦。啊，你毋是讲要去找解药，啊，找着未？我甲你讲哦，即摆大刀的吼，足严重的啊！你无较紧找解药伊吼，伊即要安尼啊呢。我知影啦，我都照你交代的话啊，讲特别什么毒公毒啊，啊，我厝内伫这山坪啦，啊，甲迄边的半山腰，迄边的山岭，迄边的树林内底吼，一世界就找无半尾毒蛇啦。有啦，我有捡到这，有一对的这叫做毒蛇的喙齿。喙齿？我即摆是要食解药呢，我即摆毋是要补喙齿呢。啊，你即两支喙齿，互我斗落，哦，我拄啊敢若吸血鬼咧。我看觅一个，这就是解药啦。我靠！好，伊原头甲你歹啊，迄葫芦规身躯，啊，伊明明就喙齿，伊嘛讲解药啊，完了，落去啊！哎呦，你听我讲好，较孙吼，我若药了无毋对，这两个喙齿吼，就是我的大师姐饭师穿的。啊！你讲这两支喙齿，迄尾饭丝穿，就是你的师姐哦。对。啊，若讲恁那戆师姐吼，我那真戆啦。啊，为着讲要假讲伊腹肚枵，啊要甲我教吼，结果到尾也去踢到铁板。啊？你的意思是讲，伊的喙齿就是安尼来的？什么安尼来？我无讲你哪会知？伊就是吼，骗讲伊腹肚枵，我才变一只迄烘鸡互伊食。啊，伊结果咧食的时候，为着要甲我夹，我规身躯拢安铁板去，啊夹一个伊的喙齿才全落来啦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好来，听听，我来食。等下啦！哎哟，这安尼尖落落呢，啊你若吞咧到第一寡腹肚肠啊，就全叫擦破。啊，这解药呢，啊无食无你是要安怎用片的哟？迄食法绝对毋是安尼食的啦。就是啦，这吼喙齿就先爱甲磨做粉，吼，你后呢，你再用水甲转的，迄水就会使啉的啊。啊转做药啊，才会用啉啦。我听，我你讲吼，后摆哦，唔好搁叫我大刀啊。唔要叫啥？汉江里，英文名叫 Han Johnny。迄种年代叫做汉种远呢。笨汤，个个拢笨汤。叫恁掠三个着伤的人掠唔着，恁到底安怎办代志？讲！请大王恕罪。哼，遮尔好一个大机会，结果白白去浪费掉。大王啊，八仙因会逃走去，是阮一时的疏忽。请大王你放心，属下有注意啊看，因三个病情哦，愈来愈严重。假使搁3天因若无食到解药，我保证因无性命。是啦，大王，我想因即马有病在身，一定走袂远的。咱即马就甲四界找，一定掠会转来。那咧我问你咧，一摆天客栈有看到卢洞宾无？无咧，无。那安尼这卢洞宾到底伊去走去倒呀？大王，敢讲卢洞宾去找解药，要救因三个？
大王，我会记得饭时庆，伊毋是讲要对付吕洞宾啊？对啊，饭是是人嘞？禀大王，我想大师姐即马含吕洞宾当你车拼，车拼，我看吼，伊大概死伫荒郊野外啦，永远都袂搁倒转来。喂，白蛇，你讲的啥物话哈？敢讲你希望大师姐皇太死啊？我是无这个意思哦，是讲，到即马还阁无看伊的人，我看吼，真正是凶多吉少。你搁后袂人讲试看卖，我甲你警告哦，假使大师姐真正若有啥物三长两短吼，我就对你无客气。敢讲，我会惊你是无？好，恁讲煞未？啊，今日本大王面头前还有咧冤家，你就要困落来无？小唔敢。来人啊！在，全力甲我对杀八仙，是，当时先甲我找转来，不管是生是死，我一定要看到伊个人，知无？是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啊？来，药我抓好啊，请用。无你抓这药啊，你是走去美国抓药，后一抓遐久的。奇怪，我会记得八仙的时代都还无哥伦布咧，哪有发现新大陆后美国？啊，若有塑胶布啊，佫无哥伦布。哦，我笑你气到枵，紧摕来啦！先生嘛。啊！我家族四仙内底即个三仙啊，好啊！即个汉阳离确实也无简单呢。伊安尼虽然讲中毒，伊也讲二白去互选出来。好啊！迄阵啊吼，已经斩袂掉啊，毒性伫咧发啊。迄吕洞宾呢，将迄个饭匙像迄两支喙齿啊，摕转去厝诶去转汤就对啦。也安尼，互因啉是讲安尼，看有法度落解毒无？结果就啉落啊，代志大条咯，也大甲偌大条呢。后礼拜继续甲阮看笑八仙。